来三甲请安问好，做伙来敬拜主。那3到7日来请安问好，做伙来敬拜主。做伙来敬拜主。做伙来敬拜主。做伙来敬拜，学乐咱的主。做伙来敬拜主。我们依然站立，请用华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我们依然站立。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从他宝座。 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 他曾生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 敬拜全能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 大家请坐。是的，神他曾舍命，今得荣耀，是万王的王，他配得我们来宣告：我和我的家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用华语来唱2次。 全家向他敬
他无故伤世人良心。无论何种境况，单单信靠他。我和我的家侍奉耶和华。是上帝，伊每一天赏赐咱美娘，无论是肉体的，还是正常心的。上帝对咱每一个团体，都有伊的引带甲带领。咱今仔日会员好会中，要来感谢上帝。那么，毋忘每一个兄弟会当伫教会找到一个团体，伫团体中，你会当得到温暖甲照顾。亲像昨青年团体，去会友因兜来拜访。毋忘咱嘛伫团体中得到温暖甲照顾的时阵，咱嘛会当为团体来付出咱的时间，付出咱的精神，付出咱的祈祷。咱搁一遍来宣告：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我的厝服侍耶和华，找着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当伊的上帝。全天已敬拜，阿罗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管那的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束万美牛。无论啥款叫阮，都靠我可以。我甲我的厝，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当伊的上帝。全天已敬拜，阿罗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管那的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束万美牛。无论啥款业务，都当我可以。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全体起立。这是上主所定定的日子，咱伫即日的中间着欢喜快乐。恁着阿罗上主伫正直人的聚会中、甲议会中，我要专心感谢上主。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你们要赞美上主，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上主。请兄弟把咱酒报摕起来，掀开对后壁顺序单的后壁面，酒报第11页。咱今仔日要用尼西亚圣经来表明咱的信仰的内涵。平常咱是用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是伫主后第4世纪所写落来的。我来问兄弟来答，咱慢慢来。恁信上帝吗？阮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的主。恁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嘛？阮信一个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
对光出的光，对精神出的精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使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比列岛任来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恁信圣神上帝吗？阮信享受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阮个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阮期望死人过活，来世的活命。阿门。同心祈祷。特别上帝，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乐你，因为你的意念赢过人的意念，你的道路悬过人的道路。你所为阮备办的，毋是人所想的，乃是阮所想象袂到的美好甲良善。你伫创造的时阵，就按照你家己的形象来创造阮。虽然人伫爱甸乐园内底犯罪堕落，但是你却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甲救赎，带领阮行往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阮学乐你，因为是你，互阮看见你工作的方向性，毋是无目标，毋是无目的。阮学乐你，因为你捌借着阮的信仰的前辈，神学家奥古斯丁讲，生命伫基督内底，就无搁往迄个急要来，一个来就消失的一切，漫无目的的碰断，乃是往迄个为阮存留标杆、呼召的神殿来跑走。所以恳求圣神帮助阮，做伙来思考，阮的教会是毋是会当行出欠缺方向性、无目标、目标无清楚的模式，来活出上帝的形象。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圣诗407首，清早天晡光，妇女团契要带领咱用这首诗歌来祈祷。清早天晡光，日头出东方，勇行那军兵，灿烂照光明。鸟食满天飞，山野遍满花，温群做主公。天爸会看动。
圣经今日要读的有2段圣经，第一段是记载伫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第二段圣经是使徒行传第10章第9节到21节。我用和合本来读，用华语来读，请兄弟注意来听。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旌旗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旌旗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上帝见他要过去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就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上帝。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第二处的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0章第9到21节。第二天，他们行路了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外乡，看见天开的，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4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之物，我从没有吃过。”第二天有声音向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1连3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了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3个人下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遣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金句，我们来朗读金句，咱来读金句。咱先用台语来读《箴言》第29章第18节，预备来。若无启示异象，百姓就放肆；独独接受律法的，就有福气。搁一届。若无漠视异象，百姓就放肆；独独接受律法的，就有福气。华语，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再一次，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
上帝对咱的疼，才是永远无改变。但是圣歌队要带咱，虽然咱无法度做到安尼，咱每一工拢搁较疼上帝，咱也要用咱的信仰的决志来讲，我对上帝你的疼永远袂改变。正道有使命、有义上甲使命的教会，请王牧师。兄弟大家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来到伫上帝的厝，你真正有平安吗？来到上帝的家，你真的有平安吗？成做一个基督徒，你真正有平安吗？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真的有平安吗？有平安无表示讲拢无代志发生。有平安不代表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当咱大家三个见面，就讲平安咯，平安咯。当我们大家互相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说平安，平安。是咧讲起，我要祝福你有平安。是在说我要祝福你有平安。不管你的人生，不管你现在的生活安怎样，我要奉上帝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祝福你有平安。不管你的人生、你的生活现在如何，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你有平安。
甚至你已经有拄着真大的患难，我也阁要祝福你有平安。甚至你现在已经遇到非常大的患难，但是我仍然要祝福你平安。然后每一个基督徒，咱嘛要对家己讲：上帝啊，无论我的情景怎样，我要用一个平静安宁的心，相信你会带我进入更较平安的所在。你要对自己说，无论我现在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我要相信神也会带领我用一个平静的心进入我所要面对的事情。今天，甲咱来思想一段圣经章。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圣经节。意象甲使命。意象跟使命。对不起，我这不叮当。OK， 对不起哈。OK， 这个圣经在安尼讲，无意象百姓就放肆。圣节这样讲，没有意象，民就放肆。现代一个圣经讲，若无上帝引带，人就照伊家己的意思，四过乱闯。现在一本这本小说，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引导，人就到处乱闯。再搁伫咧一再伫咧强调讲，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有福气啊！这里一再的强调说，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有福气了。意象，唔知你的人生有意象无？不晓得你的人生有意象吗？你的人生有一个目标，是真正为着一个进入价值的目标伫咧跑走啊无？你的人生有一个目标，是往一个有价值的方向去奔跑吗？你的人生若无真正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伫咧引带你，无论你偌呢辛苦，偌呢操劳，到尾也规伫空空。圣经讲，伫那伫咧拍空气一般。如果你的人生没有一个有价值的方向引导你，你不断的去努力，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一切都是空的，就像是刺口打空拳。教会无论起到偌大间，教会无论建造的多么的大，政府的县政府、市政府、总统府，无论起到偌大、偌水、偌东方，县政府、市政府、总统府，无论盖得多么富丽堂皇，因若无一个真正伫咧带领百姓幸福的环境，久久长长百年的环境，所有的建筑拢是虚空。他如果不是要带领人民走向一个富权健康的一个社会，一切都是空的。意象伫咧带你的人生，嘛咧带一个团体的未来。意象在带领一个人的人生，也在带领一个团队的未来。总是人的意象，的确要连接伫上帝的意象。人的意象要连接在上帝的意象，因为咱的性命甲上帝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上帝有关。咱的性命是上帝的恩典甲受托。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的恩典与受托。好的管家有啥物意象甲使命？好的管家有什么样的意象跟使命？真侪时阵，咱咧讲意象，意象甲使命为啥物无共款？经常我们在想说意象跟使命有什么不一样？我用一个真简单的用词安尼来分别。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词来分别。意象迄是一个真有价值的远景。意象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远景，迄是关于到未来的代志，是关于到未来的事情。迄个未来，我要用我的一世人去完成迄个任务。那个未来，我要用我的一辈子去完成这个任务。迄个意象是现在看袂到，但总是我的梦想，迄是一个 dreaming。那个意象是现在我虽然看不见，但是那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梦想。以色列人要出来劫，因经过400年的做梦。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经过400年的做梦，所以一个远景有可能是一代过一代，一代过一代，也搁继续伫咧做梦。一个愿景有可能是一代过了一代又一代又一代的一个梦想。总是我知伊真有价值，所以我要用我一世人，用阮一代过一代，直直去追求迄个梦想。但是我知道它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愿意用一代又一代的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梦想。Vision。然后使命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使命就是为着要达到迄个未来、迄个价值的成就，我逐天我爱做什么？使命是为了要追求那个愿景，我每天要去做什么？所以迄个使命是一粒石头，一粒石头，直直打过，直直打过，直直打过。使命是一个石头一个石头，一步一步的踩过去。所以使命是逐天，还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要去完成的事。使命是每一天，或是每一个阶段我要去达成的事情。意象是有一日，意象是有一天。使命是每一日，使命是每一天。所以使命是一个爱叮当、爱做、爱有动作的事。
使命是要去做，要去动，是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所以为着迄个未来、迄个远景，我逐日爱修剪我的脚步，我逐日爱改变、丰富我家己，爱装备我家己什么。所以这个是关系到你爱修剪，爱去弥补一寡物件，调整每一个脚步。为要达到这个愿景，我们要每天去修剪我们自己，要去装备自己，要去改革自己，来达到那个愿景。这个人生观是有价值的追求，这个人生观是有价值的追求。每一间教会起造嘛是为着一个价值的实现。每一间教会的建造也是为了一个价值的实现。然后咱拢刻伫这个价值的内面，你我咱拢刻伫遐。然后你我都放在这个价值里面。然后每个人迄个目标，逐工你我咱有一寡代志爱去完成，然后互迄个梦直咧实现。然后我们在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事情要去做，让这个梦想可以来实现。所有的方向是一致的，所有的方向是一致的。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有限甲软件，总是每一个人拢咧尽力迄个目标伫咧做一寡什么代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跟限制，但是每一个人都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信仰伫遮甲咱讲，恁着相定，恁着相帮补。所以信仰告诉我们，我们要互相相爱，要互相的帮补。圣经伫遮拢伫咧个拒绝禁止咱做互相指责的代志。圣经在这里都在禁止我们做互相指责的事情。因为指责就互迄个箭头，毋是五头前，是互相的倒插。因为指责会让这个方向不是一致向前，而是互相的伤害。但这个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信仰的概念，这是一个信仰的概念。这个信仰的概念，你都要落实伫你的人生，伫你的家庭，咱逐个人伫遐伫咧帮衬丰富你。这个概念要落实在你的信仰，在你的人生当中，互相的来引导。OK， 圣经的根据，圣经的根据。这个遮咧讲到有一日，摩西带伊的羊伫山顶伫咧饲羊。这里说到摩西有一天带着他的羊群到山上去。一个真有热情的摩西，原本咧想讲要安怎为着希伯来人做一寡什么代志。很有热忱的摩西在想说，他要如何为希伯来人做一些事情。总是40年的人生已经无去啦，伊是一个失败者。总是40年的人生已经过去了，他是一个失败者。即摆已经80岁啦，伫山顶、伫旷野、伫咧做一个饲羊的老人。现在已经是80岁了，他在山上做一个雇羊群的老人。伊的人生还佫有啥物未来？他的人生还有什么未来？所以照普通时的脚步，就是带伊的羊伫旷野，他妈咧食草。所以他按照生活的平时的步伐，带着羊群到山上去吃草。突然伫遐看到一坡的刺皮。讲互火咧烧，突然在那边看到了一些荆棘被火烧着，竟然烧真久啊！遐刺皮还佫伫遐拢无烧去，居然烧了非常久，那些荆棘没有被烧着，仍然。这个刺皮无路用的刺皮。注意，这些荆棘是没有用的荆棘。古代的刺皮若拄着火是马上就变做烈火烧了。不干的荆棘遇到火就马上被烧光了。无路用，古代的刺皮互火烧袂去。没有用的荆棘，枯干的荆棘没有被火烧着。伊讲这个是一个现象。他说这是一个意象。伊讲这个是足奇怪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意象。所以伊就行挖去。所以他就近前去看。等伊行挖去的时，突然有一个声。当他近前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摩西，摩西，摩西，摩西。伊讲我伫遮。他说我在这里。逐摆人若甲你叫你的名叫进财，进财，你就知影讲这是要紧的人伫咧甲你话一声。如果每次有人叫着进财，进财，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叫你。阮无孙女讲，我讲，你若甲我叫梅花，梅花叫2摆，伊的心会惊。讲我毋知要叫你创什么。牧师娘如果叫梅花，梅花，牧师娘心惊胆跳。所以才讲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才有这样严重的代志要发生了。这里有个严重的事情即将要发生了。伊讲我伫遮。我在这里。现象开始发生的时，伊对人开始产生一个牵连性。异象发生的时候，对一个人开始产生一些影响性。看见现象的人，伊甲迄个现象本身会做一个串联。看见异象的人，他跟那个异象会产生一个串联。当上帝甲伊讲摩西，摩西，伊讲我伫遮，伊开始挖去。当上帝跟他说摩西，摩西，摩西开始往前走。上帝却伫遐，迄个声甲伊讲：你毋通挖来。上帝却跟他说：你不要近前来。
就甲你的鞋脱落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这是圣地。因为这是圣地。因为你毋知你会当看见一个奇怪的事无？一个旷野地伫遮变做圣地。各位，你有看见一件奇怪的事情吗？一个旷野地突然间变成一个圣地，毋是起圣地，是神圣的地。不是起圣地，是一个，不是生气，是盖一个圣地。旷野地怎会转变做神圣的地？旷野地突然间转变成一个圣地，神圣的地方。高达无路用的气配，竟然讲变做一个传达意象的媒介。枯干的荆棘突然间成为一个传达意象的媒介。这个是上帝的奇妙。这是上帝的奇妙。开始上帝家己咧自我介绍伊家己。上帝开始自我介绍他自己。讲我是你的老爸的上帝。我是你父的上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是亚伯拉罕、以色、雅各的上帝。今仔日这个你的老爸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今仔来到你的面前，要对你讲话啦。今天你父亲的上帝亚伯拉罕、雅各的上帝来到你的面前，要跟你讲话了。亲爱的兄弟，注意一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件事情。这句咧，甲摩西讲话的上帝。这时候跟摩西讲话的上帝。是迄个列祖的上帝伫咧对伊讲话。是那个列祖的上帝对他在讲话。毋知你有甲信仰传予你的囝、你的下一代啊无？不晓得你有没有把你的信仰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摩西即句是一个落魄的人。摩西现在是一个落魄的人。80岁啦，伫山顶、伫旷野、伫咧饲羊啊。80岁的在旷野的山上在养羊。伊的人生是一个逃走的人生。他的人生是一个逃跑的人生。是一个互人通缉的逃犯。是一个被人通缉的逃犯。已经无路用去啦。没有用了。等老化，等死啦。等老，等死了。但是，这伊的列祖的上帝开始对伊讲话。现在列祖的上帝对他开始说话。加在摩西也有信仰的根伫遐。还好，摩西有上帝的信仰的根在那里。我要讲起咱做父母的，咱做阿公阿妈的，注意一项，毋知你的囝、你的孙，也佫有连接伫即个信仰，也有伫教会出入啊无？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各位做爷爷、做父母的，你的孩子、你的子孙，还有没有在这边做礼拜，跟上帝有所连结？新的一年2019年，新的一年2019年。我望你好好来想这项事。我希望你好好的来思考这件事情。真侪人讲我已经老了，我嘛无法当创啥，我管阮这个囝、管这个孙，管袂行。很多人说我已经老了，我没有办法管我的孩子，管我的孙子，我管不动他们。我跟你讲，当时人生当时咧讲话上有力。各位，人生在什么时候讲话最有力？当你破病倒伫病床的时，要死啊！迄个是讲话上有力。当你生病了。躺在床上，即将要断气前讲的话最有力。我到即句食到60几岁，我还佫知影讲我国中、我国校有人牵我的手，伫临终的病床牵我的手，讲进在你都要去读神学院。牧师到现在还记得他在国小、国中的时候，临终之人牵着他的手，对他说：“进彩，你要去读神学院。”阮老母要临终的时，对我讲的话影响我一世人。牧师的妈妈临终前告诉他的话，影响他一辈子。所以，逐摆当你咧破病，你的子孙来看你，逐摆你已经面对你的性命的危机的时，你都要拍拼讲话。每一次当你生病的时候，或是当你面对临终的时候，你要拼命的对你的孩子说话。你都要交代因，不管你的人生愿意成就，你若无这个上帝，无这个信仰，有一日会扣角去。你要交代他们，无论他们的人生多么的有成就，如果他们没有这个上帝，有一天他们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上帝来找摩西，上帝来找摩西，摩西听有，摩西听得懂。上帝对伊讲：“我的百姓伫埃及咧受苦难，我看见啦，我听见啦，我知啦。”摩西听到上帝对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难，我已经听见了，看见了，我已经知道了。”受难的百姓，上帝讲：“迄是我的。”受难的百姓，上帝说：“那是我的。”因的苦我看见，我听见，我知啦。他们的苦我听见，我看见，我知道了。你有一日你若咧艰难的时，你咧受苦的时，你会记得这句话。各位，有一天如果你在受苦的时候，你要记住这句话。
牧师来到永福，我已经几啊摆伫咧半路，我出咧半暝，我去路呢去找人入来。牧师来到永福教会，经常在半夜的时候，他要去外面找人进来，因为半暝煞无厝通住，因为半夜没有地方可以住，因为人生拄着大艰难。他们的人生遇到大的困难。毋知当时你若拄着即款的情景的时，你要记得上，即个是你的上帝。当你遇到人生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你要记住，这是你的上帝。伫逐摆你的艰难中，上帝看见，上帝听见，上帝知你的困境。在每次你所遇到的困难当中，你的上帝知道、听见，也知道、了解。那上帝关心伊的百姓，甲受苦的掠做伊家己的宝贝，要来关心，要去拯救。上帝看到那些受苦的，把他当作宝贝，要来拯救他们。每一个情景的中间，上帝要带这个苦难的进入伊的新天新地、老练甲伊的所在。上帝要带领那些苦难当中的人进入他们的新天新地。所以你就有信心，你就徛好在。所以你要有信心，你要站立的稳。这是上帝的意象甲保护，我要带我苦难的百姓出埃及。这是上帝的意象跟抱负，他要带领他受苦的百姓出埃及。你为一群受苦的犹太人、希伯来人，各位一群受苦的希伯来人，已经伫遐受苦400年久啊！在那边已经受苦400年之久。抬头一看，四边拢是罗马帝国。这么强大的帝国，甲伊的军队，我会当创啥？举头一看，都是那些罗马帝国们强大的军队，我还能够做些什么？真侪时阵面对你家己的困境，你感觉啊，我变做足无能，我会当改变这个环境吗？很多时候，你面对你的困境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无能，我还能够改变这些困境吗？请你保守你的信心，请你保守你的信心，请你对上帝要有信心，请你对上帝要有信心。不管罗马帝国偌尼迄个盛况，伊若面对上帝，伊是 nothing。不管那个罗马帝国它是多么的盛况，当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伊面对希伯来人，伊会当用伊的暴力，伊会当用伊的军队去歹款待，总是这句是上帝出声了。罗马军队，他可以用他的军队、用他的武力来款待那些希伯来人、犹太人，但是现在上帝要出生了。上帝将伊的意象、伊对未来的远景传达给摩西。上帝将这个未来的一个愿景传达给摩西。对摩西讲：“你去。”对摩西说：“你去。”摩西，你去。摩西，你去。带我的百姓。带我的百姓出埃及。出埃及。我要将一个流人甲密的所在赏赐给因。我要将一个流来与密的地方赐给他们。这个是摩西所领受的意象。这是摩西所领受的意象。摩西对迄碟开始，对迄个情景开始，伊逐日变做带着一个使命伫咧过生活。摩西从那时候开始，他每天带着一个使命在工作。伊努力开始计划要安怎去面对法老王。他每天计划要如何去面对法老王。伊逐日伫咧计划要安怎甲上帝予伊这个意象传达予伊身边这希伯来的同胞。他每天都在计划，他要如何将上帝给他的意象传达给这些同胞们。上帝的意象变做摩西的意象。上帝的意象变成摩西的意象。你有可能去承接上帝要予你的意象吗？你有可能去承接上帝要给你的意象吗？永福教会有可能真做去承接上帝的大使命吗？永福教会有可能成为你承接上帝的大使命吗？那假使永福教会无法当承接这个上帝国的大使命，永福教会存在是要创啥？如果永福教会没有办法承接上帝国的使命，那永福教会存在。那假使所有的长老、执事、牧者团队，若无法当去承接这个，阮伫遮是干那白白的领钱尔，敢毋是？如果永福教会的牧者、长子、传道们没有办法去承接这个使命，那只有在这边白白领受工资。耶稣的譬喻内面上可怕的是空占土地。耶稣里面最大的一个比喻，最害怕的是空占土地。咱袂当真做一个空占土地的人。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空占土地的人。你的性命，上帝阁予你，迄是恩典。你的生命，上帝给你，这是一个恩典。你袂当白白领受。你不能够白白领受。你白白领受了，你就要白白予人。你白白领受之后，你也要白白的给别人。所以我望永福教会所有兄弟，无论你的年龄偌济，你也直直想，我袂当直直干那领受别人的恩典，领受教会的恩典。我要安怎讲做一个原来是付出的人？
所以牧师希望我们每一个会友们，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只有领受白白恩典的人，我们要每天去思考，我们要如何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也白白的给别人。使命就是白日伫咧想我会当做什么。使命就是每天在想我可以做些什么。当我甲别人，我咧做一个什么代志，甲别人有关系时，迄个我就已经活伫这个人的心内温暖的内面。如果我所做的事情跟别人的生命产生连结，那我就是活在他的生命当中。当无论我愿意成就，我穿甲偌水，我安怎样？若我无做什么代志伫你的身上，我甲你一点仔都无关系。不管我的成就有多少，如果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在你的身上，我跟你就完全没有关系。咱甲上帝国，咱若无真正投入伫上帝国做什么，你甲上帝国一点仔都无关，你只做一个消费者而已。我们如果没有在上帝国里面做些什么事情，我们跟这个上帝国就没有关系，我们只是成为一个消费者而已。一个囡仔无论父母甲栽培到偌年，学历偌悬，伊饲到偌肥偌水，伊若敢若伫咧装汰，伊家己对这个家庭无做什么，伊原来正做父母手中这个家庭的消费者那点。如果一个孩子他被父母养成，但是他对这个家庭完全没有任何贡献，他对这个家庭也只是一个消费者而已。上帝国无需要消费者，上帝国不需要消费者。上帝者不断地咧对人传达意象。上帝国要我们不断的对别人传达意象。当你亲像摩西领受这个意象了后，你开始回应我伫这。当你像摩西一样领受这个意象的时候，你要开始回应我在这里。我伫这，我会当创啥？我在这里，我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来到伫教会，你爱享受礼拜的好处啊。所以来到教会，你要享受做礼拜的好处。等你足到了后，爬起来，你爱想讲，我爱带着什么使命离开这，我爱去做一寡什么代志。待会牧师祝祷之后，你要想说，我要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开始出去？我伫芝加哥伫咧读册的时，我论文的中间，我用到一个字。牧师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在他的论文当中写到一个字。我用到一个字叫做 breathing in 甲 breathing out， 迄个吸入甲呼出。牧师已经翻译了，吸入跟呼出。除了吸空气，吸入来嘛，都爱吐出去。这句你无翻译。呼吸哦，要吸进来，要吐出去。你若干那直直吸入来，直直吸入来，你无吐出来，你会死，你会丢死啦。如果你只是一直呼吸吸进来而没有吐出去，你会死掉。有一寡人嘛，直直要互人，直直要互人，伊若破病，伊若有代志，拢唔敢互人知，你嘛会出代志啦。如果有一天你都是一直给别人，一直给别人，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却不接受别人的时候，你也会出事情。这个信仰的团队是，伫你有勇壮的时，你要互人。这个信仰的团体是在你强壮的时候，你可以给别人。你有的时，通感谢，你都要分享。你有的时候，你要感谢，要分享。总是当你若有需要时，你欠缺软件的时，你都要欢喜，你都要大声嗷叫，上帝啊帮助我，教会啊来关心我，你都要嗷叫。当你欠缺不足的时候，你要能够大声的喊叫，能够让别人来供应你。你发出来了后，上帝讲你的苦难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知啦。当你呼喊出的时候，上帝说你的苦难我已经知道了、听到了、了解了。关怀长老你去，关怀长老你去，小会书记你去，小会的书记你去，长老执事你爱去，长子你去，牧师传道你爱去，牧师传道你去。所以遐就开始有人，上帝开始找人出去，这教会有所有的关怀小组开始咧震动。我有看到咱的教会咧震动，感谢主。上帝就开始差遣那些关怀者去关怀那些需要被关怀的人，教会开始动了起来。无路用的刺皮变做一个意象，没有用的荆棘成为了一个意象。旷野地转变变做圣地，旷野地转换成圣地。你有可能成做上帝手中神圣的用品啊无？你有没有可能成为上帝手中神圣的用品？你去想讲，我才16、17岁无路用。你可能会想，我才16、17岁而已，没有什么。无影，16、17岁，你会改变你的家庭，你会改变你的父母。你若甲父母要过年要带你去倒位，你讲爸母啊，莫去遐，咱来去遐。只要你有较好的计划，你会改变你父母的行为。16、17岁，你还是有能力改变你父母的行为。你若会当甲父母包你的红包，你去送互你，带你的父母去看阿公阿嬷，看伊的父母，我甲你讲，你会改变你的父母对你的看法。如果你将父母送给你的红包，带着你父母去看你的长辈，将那个红包送给你的长辈，你可以改变你父母对你的看法。对你的看法。所以你唔通想讲你少年，所以你不要想你年轻。
少年人要做愿望，会引出这个家庭改变。年轻人做意向可以改变这个家庭。你唔通想讲你年老无路用，你不要想说你已经年老了没有用处。等到你行到哭咧、摇咧，你来教会，搁来做一寡代志，改变足侪人欢喜付出。反而你拿着拐杖，一步一步的来到教会，你可以改变很多的人。所以唔通限制你的长辈来教会。所以不要限制你的长辈来到教会。大家人拢到只要也咧传开，就会发光。每一个人只要你能够呼吸，就能发光。这是第二个故事。这是第二个故事。彼得，伊即句嘛是一个感觉，伊的主耶稣已经叫人定死啦。这个时候，彼得也感觉到他的耶稣已经被定死了。伊的人生其实原来失落什么大的目标？他的人生已经失落了大的目标。伊有一日去到约帕一个朋友的厝，伫人的楼顶踮咧祈祷。有一天，他来到约帕他朋友的家里楼上祷告。啊，这个祈祷嘛真奇怪，讲伊巴肚摇到煞去游行起来。这个祷告也很奇怪，说他在别人家里肚子饿到羊癫发作。无啦，无到羊癫。我你讲羊行啊？戆起安尼，那都戆啦。戆啦，你家己讲羊行好不好？羊行就是羊癫嘛，对不对？我没有犯错。伊伫迄个厝顶，伊伫咧厝顶巴肚真枵啦。他在那个屋顶肚子非常的饿。伫巴肚真枵的时，竟然也阁会当看见另外一个异象。在肚子饿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异象。上帝抓到迄个时间点，讲对天顶降落一个异象落来。上帝在那个时间点从天上降下一个异象。迄亲像一个布，也有四角，迄个布的内面有足侪的精星虫拖伫遐。那个布它有4个角被绑住，里面有各种的飞禽走兽在那里。迄个声音甲彼得讲：“彼得，起来，安怎？抬来食。”那个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把它杀了，吃了。”这个声你嘛足奇怪，我即个咧巴肚枵，佮甲食的，佮踹门，佮抬来食，毋知舞到下晡4、5点，还佮无通食。这个声音也非常的奇怪，他肚子正饿，如果把那些飞禽走兽宰来吃，弄到下午4、5点，可能还没有吃。总是甲伊讲：“彼得，起来，你巴肚枵，抬来食。”总是那个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将它杀了，吃了。”因为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声。各位，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声音。彼得的回答是讲：“主啊，千万袂使啊！我对出世到即摆，我从来毋捌食过无清气的面。”彼得对主说：“千万不可以！我从来出生到现在没有吃过任何不清洁的东西。”那个声第二摆对伊讲，那个声音第2次对他说：“彼得，抬来食。”彼得杀了，吃了。我袂使啊，我袂使食啦。彼得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不可以吃。”迄个声佫甲伊讲：上帝已经清气的面、圣洁过的面、圣化过的面，你毋通当作垃圾面。那个声音对彼得说：“上帝所看为圣洁的、圣化的东西，你不可以看为污秽。”伫我的目睭中，我看伊做清气，你却甲伊讲伊是垃圾。在我的眼中看为清洁的，你却说它是污秽不清洁的。伫我的目睭中看做圣洁的犹太人，恁竟然甲伊讲，迄拢无清气。在我眼睛所看为是圣洁的，你们犹太人却说它是不清洁的。我互伊变做一个传统甲文化，又让它变成一个传统跟文化。若有人食这的面，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就甲遐个人，甲赶出去因的会堂，赶出去因兜，讲你这个违反阮的传统。如果有人吃了这些东西，他们就说你是违反传统的，就帮他们赶出去，因为你们违反了。才有一个声竟然讲：彼得起来抬来食，上帝看做清气的，你毋通看伊做污的垃圾。这里却有一个声音对彼得说：“彼得，上帝看为圣洁的东西，你不可以看为污秽。”才讲连3摆，迄个布落来过去，落来过去，是安怎都爱3摆，因为逐摆落来，彼得拢拒绝。这里说一连3次，这个东西从天上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为什么3次？因为彼得拒绝了3次。因为伫咱的人生，伫咱的信仰，各位，在我们的信仰人生当中，
唔知你有伫咧拒绝一寡什么物件无？不晓得你有没有在拒绝一些什么东唔西？知伫咱的教会你有直直伫咧拒绝一寡什么物件无？不晓得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有没有一直在拒绝一些东西？你要注意这项代志，伫你的人生伫年龄伫咧加添，你的信仰唔知有伫咧进步啊无？各位，在我们的年龄不断的在增加的当中，你的信仰是否也有在进步？唔通将社会风俗习惯带来指导教会要安怎？不要将社会的风俗习惯带进来，指导教会要怎么做。常常拢伫教会内面，人外口安怎，人外口安怎？常常在教会里面说外面的人如何又如何。他也无将教会价值带去影响外口，他也拢用外口来影响。为什么没有将教会的价值观带去影响外面，而是让社会的价值观来影响教会？唔知有真侪时阵，咱有伫咧拒绝是寡什么物件影响教会，因为你的声嘛，伫咧开始咧拒绝一寡物件。不晓得你有没有在拒绝一些东西，也影响着教会来拒绝一些东西。异象来一项真大的代志是，伊要拍破你。异象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要打破你，伊要引带你跨越一个藩篱，他要引导你跨越一个藩篱，伊要带你跳过真侪传统文化、世间的观点。然后，直直往一个新的未知的所在，直直行，迄是真恐慌的代志。他要带领你突破传统，跳过一些现在所有的一个传统，让你能够看到一个未知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异象是什么？彼得伫咧想。异象是什么？彼得在想。伊想袂晓，他有即个物件，一再直直伫咧对我讲话，到底伊咧表明啥？他想不懂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不断的在跟我表明到底要这无成为什么。清气啊，他会直直叫我食。这个不干净，为什么要叫我吃？当伊当仔咧想的时，楼骹开始有人伫遐咧话：恁兜有一个人叫做西门彼得啊无？恁遮有一个人叫做西门彼得啊无？当他在想的时候，楼下有人在喊着说：“你们这边有一个人叫西门彼得吗？”迄个声佫对伊讲：起来，你落去。那个声音又对他说：“起来，你下去。”因要要求你去做一寡代志，你就甲因去。他们要求你跟他们做一些事情，你就跟他们去。因为遐个人是未信者。各位，那些人是没有信主的人。遐个人毋是犹太人。那些人不是犹太人。遐个人是外邦人。那些人是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讲，迄是无清气的民族。对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说，那些人是不干净的民族。这是无清气的人，我太会知甲因斗阵呢。这些人是不干净的，我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呢？就是迄个声随时来甲伊讲，彼得，你就对因去。但是那个声音马上跟他讲说，彼得跟他们一起去。这个印象带动彼得行出伊人生的界限。这个意象带领彼得走向他人生的界限。伊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他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咱今仔日你我，咱会当得到道理，彼得这个印象是一个足关键的印象。今天你我可以得到这个信仰，彼得今天这个意象是一个关键。彼得看到这个印象，保罗看到另外一个印象，这两个夹起来了后，咱今仔日咱才有法度看到上帝讲的福音对外传出去。彼得这个意象跟保罗这个意象，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今天才有办法在这边看到教会的福音传扬出去。所以，咱的人生若无印象，咱的是死去。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意象，是死的。咱会怎啊陷入伫传统的内面，干那咧固守传统？我们会陷落在这个传统里面，只有在固守传统。咱望咱是一个正做回应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的一个使者。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回应上帝的义跟国的一个使者。耶稣引用以赛亚的册安尼讲。耶稣引用以赛亚的书这样说：这个百姓用喙舌、喙唇尊敬我，因的心却离我远远。这些人民用他们的唇舌尊敬我，但是他们的心却离我远远。逐摆来到教会，上帝啊，我学了你；上帝啊，我敬拜你；上帝啊，我将我的一切拢献予你。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说：上帝啊，我敬拜你，我感谢你，我将我的一切都给你。我当心啊，讲某人你来做一个，我无路，我是一个平信徒的平信徒。转身的时候，当被邀请说你来做些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拒绝说：我是一个平信徒。无人你来创一个什么物件，通来互教会、互信徒，你来关心人啊！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当被邀请说你可以来关心一些人的时候，你马上回绝说：我不行。唱歌真好唱，祈祷真好祈祷，然后要叫做代志的时，拢走无去。很会唱歌，很会祷告，但是你叫他做事情的时候，他却什么都拒绝。我嘛爱提醒一寡人。我要提醒一些人。逐摆恁若举麦克风伫头前伫咧讲一寡真有信仰的话时，
每一次你拿麦克风在前面讲一些有信仰话的时候，伫遮咧带人祈祷，伫遮咧带人唱歌，遮的人，在这边带领别人祷告、唱歌的人，你要定定要注意一项。你要常常做一件事你咧情。吟诗遐个词，你有当时你有咧照安尼做啊无？你在吟唱的那些歌词，你平常有这样做吗？若无你伫头前，踮遮咧带人唱歌，吟甲真好听，落去了后，定定礼拜拢看无，你毋知即个人有侍奉的时才来，无侍奉的时拢毋知走喺倒，然后小心。你要小心，当你在前面带领的时候，你平常的作为有没有跟你所领唱的一致？毋通干那用嘴，你的心、你的人有成做一个见证甲使命的传达啊无？不要用你的嘴、你的行为跟行动有没有成为一个见证的一个传耶达？稣讲，因拢是伫咧守人的传统，却放弃上帝的命令。耶稣说，他们都在守人的传统，却放弃上帝的命令。我想伫即个遮，人的律例、人的传统、人的要求，甲上帝独遵守上帝的法度，即个遮对咱的永福教会在讲什么？人的律律、人的诫命跟上帝的一个命令，这里在跟我们说些什么？你知影全世界所有共产的国家是安怎遐尼惊基督徒无？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共产的国家为什么这么害怕基督徒吗？因为基督徒到尾啊，降服的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基督徒最后降服的是上帝的旨意。啊，因要求的是恁都爱降服共产的政权。他们所要求的是你要降服共产的一个政权。兄弟，我就要用着真艰苦心，甲咱讲这样事。各位，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件非常心痛的事情。伫中国的基督徒，因所读的毋是十诫，在中国的基督徒，他们所读的不是十诫，十诫已经属互人摕掉一届去啊。十诫已经被拿掉一诫。第一条，迄个除了我以外，你毋通敬拜其他的上帝，即条已经摕掉伫中国。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上帝，这一诫已经被拿掉了。因爱所有的人，你爱大声降服共产党。他们要所有的人，你首先要降服共产党。所以十字架最近直直互拆，教会直互拆毁，因为遮的人无要降服，因也搁咧降服天主教，因也搁咧降服因的上帝，政府都来甲遮拆掉去。所以最近在中国很多教会，他们的十字架被拆毁，因为他们不降服他们的政党，而是降服在基督。其实咱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你若好啊听上帝，如果你好好的爱上帝，你会听你的厝内，你会听你的社会，你会爱你的家人，爱你的社会。所有的政府单位，你若真正伫咧听人民甲土地，基督徒会足敬爱你。所有的政党，如果你爱这个土地，爱这个人民，基督徒会非常的爱你。所以这个印象是甲所有的拢甲上帝掠好对齐。所以这些意象都是跟上帝把它放在一起。咱的人生嘛，甲上帝掠好对齐，方向拢一致。我们的人生都是跟上帝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安尼，咱的人生，咱会找到咱的价值甲意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会找到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只讲无印象，百姓就放纵。这里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什么叫做放纵？什么是放肆？走家己的方向乱七八糟。走自己的方向乱七八糟。若讲有印象的时，当有意象的时候，对你的人生若有印象的时，当你人生有意象你的时候，开始逐日你拢有一个方向，迄个方向是无变，怎直直走去。每天你的方向是不变的，往这个方向一直走。咱的家庭，逐个人所有5个、有7个人，咱的家庭，逐个人有同款的印象的时，所有的人毋免人管，拢伫咧做同款祝福家庭的代志，就直直出来。我们家里如果有5个人、7个人，我们如果有同样的意向的时候，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国家对社会拢同款，所有的人，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甲所有的官方甲人民心的怎变做一致，拢咧扮演无同款的角色，总是拢来祝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国家社会也是一样，人民跟国家有一个同样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在造福这个社会。望你甲我咱的人生是有印象的人生。希望你跟我的人生是有意向的人生。有印象就有计划。有意向就有计划。有计划为着要，然后人甲预算拢爱伫遐。当有计划的时候，预算跟人事都需要在那里。摩西你去。摩西，你去。我要找你去。我要差你去。摩西人生的价值就走出来，以色列的命运就改变。摩西的价值就跑出来，以色列人民的改变。
彼得，彼得，我要找你去。彼得，彼得，我要差你去。彼得回应这个印象了后，伊人生的价值也走出来，然后救恩就普及全世界。彼得回应了，这时候他的人生的价值就跑出来，救恩的方向也就改变了。所以，当一个人伊若开始甲印象连接的时候，伊家己的生命就无共款。所以，当一个人他跟他的意象结合起来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一个有印象的人开始咧震动，伊会影响周边的团体。一个有意向的人，他开始动起来的时候，他就影响他周边的团当体。永福教会伫2019年真啊，大家人动起来时，咱会影响整个社区。当我们永福教会在2019年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影响整个社区。我要甲咱讲，咱周间的服务甲见证。咱的空间无够用，因为要入来的人大大赢过咱的空间。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周间社区进来的人超过我们空间所能够供应的，因为非常多人想要进来。总是唔知有你伫遐无？总是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这当中。当一寡人伫叮当教会伫叮当的时，唔知你有伫遐无？还是你甲2016、2014、2011年？你参与教会的方式，若拢共款，时间拢共款，态度拢共款，我要讲，敢会邀请你到店来？不晓得在这些事工的时候，你有没有参与在当中，还是你跟过去一样，你都没有在这里面？在今年，我们要邀请你一起进来。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的意向，你就去普天的传福音。你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咱永福教会甲这个连起来了，咱无法度去到普天的。我们永福教会跟这个连起来，虽然我们不能够到普天下，总是咱开始影响咱的社区。但是我们开始影响我们的社区。咱有人开始带着咱集体的祈祷甲奉献，去到柬埔寨，去到泰国。我们有人带着我们的奉献跟我们的祷告到柬埔寨去。咱开始伫咧外，咱伫咧所有的人的态度、方向、参与拢是一致的。我们开始向外，所有人的参与跟态度都是一致的。咱为着咱永福教会，咱来拍一个扑仔来好吗？我们为我们永福来做一个鼓掌。咱希望咱的永福教会是互上帝欢喜，会当甲上帝印象三甲连结的教会。我们希望我们的永福教会是让上帝得着上帝的欢喜，跟上帝的使命意向是连结在一起的。希望你逐摆来到这伫咧做礼拜的时，你毋通干那坐踮遮咧祈祷上帝啊，你着帮忙我，上帝你着听我。迄是干那伫咧呼吸，干那咧吸来，干那我要治，我要治，我要治。你嘛着爱祝福这个教会，上帝，我要祝福这个教会，上帝，我伫这个教会会当做啥物来影响一寡人，互人入来到遮感觉有温暖，因为我有一个温暖的手去迎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你不是只有在呼吸，你不是只有在领受上帝的恩典，你也能够将你的恩典、将你的祝福带给每一个人，也带领每一个人来到上帝，得到同样的福分。每一个人是一个正面的贡献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正面的贡献者。无论对你家己的工作的所在、家庭，还是教会、甲社区，咱无论是拢是一个对你的正面。家庭、工作、社会跟教会都是一样愿。上帝赐福你的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有目标。愿上帝赐福你的人生是有价值、有方向、有目标的。咱三个祈祷，我们一起祷告。愿主领受阮的敬拜，愿上帝领受我们的敬拜。愿主成做阮一世人性命的主。愿主成为我们生命一生当中的主。阮毋若信你，我们不只信你，阮领受你，我们也领受你，佮甲你的意象变做阮的意象。有将你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意象。然后阮逐日带着这个实现意象的使命伫咧过生活。然后我们每天带着实践这个意象的使命在过生活。因为阮的日子是有价值、有意义、有目标。因为我们的日子是有价值、有意义、有目标的。阮等下要开好会，等一下我们要开合会，我们祝福这个教会，我们要祝福这个教会。我们多谢伫这个中间，伫咧为着阮教会的见证付出足侪心意的中职同工所有的人。我们要感谢在这当中为这个教会的见证付出很多的同工。阮安尼祈祷，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神学家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生命在基督里，就不再像即将而来、即将而逝的一切漫无目的的蔓延，而是像那将为我存留、标杆、呼召的伸展，从
distinction 进入到 extension。咱圣诗444首，伊甲咱讲：主，你调明何等清楚！请兄弟摕你头前的圣诗444首，安尼来看，会搁较好唱。伫这个所在，我要读第4节。第4节伊讲：主，你交代阮所着做，无论单独做伙，力行工程，保护异乡。远远无停止，夜幕仰望，十架最高模范，赎罪功劳完全。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对咱的恩典。除了金钱会当奉献以外，咱的财情、咱的才能、咱的时间、咱所有的一切，也会当奉献给上帝，伫主的面前。请咱起立。
请坐。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无？看卖，咱看边啊，逐个人看者有新的朋友无？甲你边的人笑一下吼，有你真好，愿上帝与你同在。今仔日的报告我要足简单，因为我们马上要召开和会，所谓的和会就是信徒大会。咱12点这个会若煞12点咱迄个60周年筹备小组有要开会，带着我们的午餐到7楼去开会。咱的礼拜煞了后，咱午餐，是迄个好会了，食中昼，下昼若有，咱即个遮有各层楼分配时间伫遮。请你若会当的时留地，因为距离过年到啦，咱逐个人厝内爱清扫清洗，互咱的厝内清气以外，逐个人来摒扫教会，这是教会是咱到大家人的厝，所以有分配。你若是花语堂伫8楼，少年团契伫7楼，少年团契伫6楼，圣歌队是5楼，资讯同工是伫4楼。兼迄个子母室，圣约学院甲妇女团契3楼，主日学2楼，青年团契总务当工1楼甲地下室，所以咱着食饱了后，伫教会食饱了后，物件款的，逐个人斗3工。去年伫咧清洁咱礼拜堂，听讲中职才剩几个吼，咱今年5万，咱着做一寡调整。所以，逐个人留咧哦，吼，若会当的时留咧，有可能有一寡物件咱无够，你再踮厝内小可摕来，咱若逐摆若讲着要伫教会食餐点，请咱尽量拢用家己的碗箸吼。所以应该咱教会较慢再来设法看卖，应该逐个人厝内拢有迄个箸吼。即摆伫你的身上，你都可能拢爱炸一副这。迄个过来拜六有要开小会，2月24有要洗礼，请各个小组，请各个单位关心你周边，鼓励一些人开始来接受洗礼的造就。阮已经1摆去啦吼，所以若会当的时，请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人离开上帝，特别是我们家里的人。好，特别我则要佫鼓励，咱的总会有一寡国际的事工，有6月要去印度，然后7月17到29要去纽西兰，8月初10到21有要去泰国，8月初6到12有要去韩国，然後即個只7月16到20，有要派人去參加美國長老教會青年大會。我想你的年齡若會當，牧師要鼓勵咱的青年早一日、早一點跟國際團體連結，你的成長會很快，你的進步會很快。當然這是還要經過總會的遴選。咱若有人佇歡喜，牧師會替你講幾句好話。OK 哦，大家人努力。請為我們的教會各種事工，從那個客服班的中山大學的客服，我們的客服做得很好，關心到家裡去，已經在改變許多的家庭跟他們的行為模式。以及我們的長輩所以請關心一下OK， 所以這有一寡這愛該關心、該帶倒的請咱攏家己看。請你為我們的教會禱告，請你伸出你的手來，大家一起來營造一個愛的屬靈的團體。我想我的報告就到這，這個時咱來召開會員和會，
来吟519首，好无？来吟519首。为这个土地，愿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来光照遍地。为这个城市，愿勤逼恳求，愿主赐活命，互阮骨肉得救。愿全能被上帝你圣国临到，愿丧香甲悲伤拢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被上帝你的旨意得成。愿愿望甲喜乐永远踮伫咱的心中。咱起立吟2摆。为这个土地，愿诚心祈祷，愿做真理万能全球拯救。为这个城市，愿强力恳求，愿主所活命，互阮骨肉的救。愿全能天的上帝，你先国降临，愿颂扬甲理想，愿心中。愿全能天的上帝，你旨意的家，愿愿望甲希望永远在我心中。为这个土地，愿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来到全地遍照。为这个城市，愿强力恳求，愿主所活命，互阮骨肉的救。愿全能天的上帝，你先国降临，愿颂扬甲理想，愿心中。愿全能天的上帝，你旨意的家，愿恩望甲希望心中。咱犹原徛伫三角来祈祷。主，阮也阁要用欢喜感恩的心，对所有过去伫阮的中间徛出来伫咧服侍，徛出来伫咧关怀，徛出来伫咧斗做管理领导的工的所有的人，因的手所做的工，愿上帝你圣化。阮所做的当然拢无够额，愿上帝你家己差遣，圣神感动。互旧年所做若无够额，今年会当感动一寡人，原来互阮会当领受即个印象公主啊，阮伫遮，我会当斗相共什么？互即个永福教会真正会当诚侪神圣的所在，是一般的建筑，总是会当伫上帝你的临在，才变做一个圣殿。才有一群人欢喜参与伫即个梦想上帝国的临在，一群人伫遮才变做一群神圣的使者。阮也阁两正，阮需要上帝；阮也阁两正，阮需要同工。愿上帝你的连接阮，十字架连接，互阮诚侪一群勇壮的勇士，为着福音征战好的征战。祈祷感恩，靠主圣名，阿免，请坐。咱这个是咱要开始来点名吼，所以请一寡同工咱三甲来帮忙，请咱1楼、2楼的兄姐咱尽量来好无？咱尽量三甲来3楼 ，OK。简单报告哈，咱小会的顺序哈，就照咱的迄个后会所手册哈。毋知有人无摕到无？来进行哈。无摕到的人举手好无？咱后壁的同工会互你。好会就是所有的同工伫过去，所有的团契过去一年所做的报告，互咱知。OK， 请咱照头前这个任职者，照头前这个分配。
咱请长老小会员来帮忙来迄落第一区迄落新华队甲第一排咱请第位长老。请会员起立好无？你若是永福教会会员的，举手，对不起，好举手，对不起，坐咧举手就好，坐咧。你若是永福教会的会员，请你举手，一区一区的长老要算人数。有包括41个，20有包括你 ，OK， 包括你甲你啦。35有包括你无？有。43。咱顶礼拜拜三有举行中级的训练、暑工的训练。真侪人才讲，我来参加即个中级的训练，才知影咱教会普通时逐礼拜、逐日有遐侪事工，做甲遐尼快。事实，教会普通时咧创啥？你若无伫即个团体内面，你毋知影教会咧创啥。事实有真侪人足无用，为着福音的见证吼。经过点名的结果咱有176人在参加我这整理的迄个资料是安尼咱总共会员有578位，有219名列做职在人不在，请假到今，咱总共有59名，59名，所以咱应该出席有300名，若太一半就150名，所以即马咱算到迄个资料咱算的资料是176名，所以超过150名以上，所以咱商会。议长踮遮宣布，即个是咱的烧会成立，所以开始进行烧会的事宜，请读旧年的好会的议决，好无？有无？小会者来报告，咱旧年议事录内底第一项是审查2017年收支决算，甲2018年收入的预算案咱接纳，就照安尼来行啦。第二项是选举2018年的迄落19年应该19年政策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咱邀请迄落玉会者甲永雪者来担任以上2项。OK， 真多谢。咱今仔日的好会主要是要听取各事工体的报告，以外，咱伫议事37页遐，咱要37页遐，咱要迄个审查2018年的决算以及2019年的预算，这是一项。第二，咱要选举2019年的检效的委员，主要是这3项。第一是听取各事工组的报告事项。第二，咱爱接纳迄个2018的决算甲2019的预算。
然后咱要选2名迄个监校员 ，OK， 这3项。啊，因为事工拢做了啦，所有的事工、烧会事工报告伫第9页。咱整个教会的组织伫第2页，教会重要的事伫第4页。我想我安尼讲，恁小可显一下，照安尼显一下。我毋望迄个物件拢真完整伫遮。我安尼慢慢啊讲，就慢慢啊互伊过。第2页是教示，你看一下。第4页是旧年度规个教会较要紧的事工的记录。你看一下第4页以后，规年度正月、2月、3月到12月，一个月教会主要创啥物？到第8页，好，然后过来。第9页开始是烧会的报告。咱旧年度牧师第2场，迄个牧师然后第2长老是伍慧玲长老，书记是志凤长老，小会员洪德长老，义全长老、英宗长老、建仁长老、慧玲长老、敏慧长老、尊荣长老，开会然后所办的事项，会籍管理迁出迁入，有人过身，然后咱有各种的行政的团契，甲伊的负责人受托的同工，然后第10页开始小会逐个月主要创啥物 ？OK， 到12页，这是小会。来，对第13页开始，中执会，其实这报告者爱写中执会的书记，烧会报告者爱写迄个烧会的书记才对吼。来，中执会的报告对13页开始，对正月到12月，中执会，伫咱的中执会中间有分。几若个事工组，即马过来，这个是组别，这是组别。咱有华语，普通时咱9点半的时，伫3楼、4楼台语做礼拜，伫8楼咱有华语的礼拜。所以，伫15页开始是华语的事工报告。华语者因阁有分事工组，咱真多谢遮个人。然后后壁才有一寡华语礼拜同工因所做。来，毋知咱对到即个为止，对烧会的记录有啥物意见无？若无对中执会有啥物意见无？好。咱甲即个烧会甲中执会甲即个长老甲执事，咱甲因拍一个扑克咧，好无？多谢因代表咱的教会执行一寡事项。来，对华语的小组，毋知咱有啥物意见无？若无，咱甲华语才会同工拍一个扑克咧，好无？多谢恁，多谢。来，主日学，真多谢主日学的校长是关信忠执事，以及遮个老师伫遮老师团，你甲看，咱教会竟然主日学老师，迄个遮尔侪人。这是好现象啊，歹现象？好现象。咱教会有一群人伫咧注意咱的小小朋友，咱咧真感谢。好，甲遮个主日学校长顾问遮个老师群，咱甲因说一个多谢。
但是若无伫个礼拜的时间，迄个除了老师伫遐以外，剩的拢尽量爱起来做礼拜哦嘿。来少年团契，少年团契会长韦凯，副会长洪伟，书记品轩、贵给以德、康乐、赵瑜、服务玉林，这个是100年，辅导是建林执事、美英执事，然后新的年的会长是玉林，韦凯副会长，义祥书记，贵给以德，韦凯康乐，这个干部韦晨 ，OK。毋知对少年团契，这个时间，真多谢这个少年团契，若伫过年过节特别的礼拜的典礼，拢参与伫圣歌队，然后佫做真多的帮忙。OK， 魏凯有啥物特别来报告的无？好，若无咱甲少年团契拍一个扑克咧，好无？谢谢这个团契，多谢迄个。辅导甲顾问，来青年团契去年诶会长是以恩，副会长杨凯，书记韩恩，贵给永成，领袖会乡联络